大兵来一个人，认真大兵本是一个人。春阳，真是来山山有限，头顿安好嘅贤妻，本来就做姑娘，我体现来嘅家庭贫苦，还将来嘅阿妹来照顾，一下要为到来，用嘅安可爱嘅声音呢，哎呀，我看你啦，你真是辛苦咯。哎，那你嘅父女咧，应该本是夫妻。不爱再来强干强苦，我再讲啊，佢婆婆生来也係我嘅母親，又好照顧事應當，哪來嘅辛苦啊？只要你啊，好好來打拼，不求榮華富貴，只求一家嘅溫飽，阿用愛就滿足你呀！春陽啊，做你盡管奉行，雖然你下令。每日這個飲茶為生，唔過嚟個下大餅地位，賺下那多條嘅錢，每日嘅母子好命哦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哎呦，阿妹啊，奇怪，你唔係弟弟不能睡洞住，用棒針睡下嚟聽聽，你就出來了呀？哎呦，佢就安尼翻來翻去睡唔停啦。所以我就行出來上個坐一下嘛吼。婆婆啊，你看你頭好，行啲嘅錯，係唔係身體用唔爽快的呀？哎呦，唔係啦，唔係啦，我嘅好心跳，我一冇乜嘅啊，又係老毛片，冇相干，我冇看咩爽藥，唔是從頭一場先生讓我看，送掉呀！我嘅啊心酸啦，那個熱到嚟看啊咧。好，來，阿明啊，喲，來，阿婆哋俾讓你難了。哎呦，心肝咧，我嘅金鎖好重啊！哎呦，你點看啊啦？我嘅好重吼。唔啲槍嘛實很好笑喎！哎呀，阿妹啊，當然嘛係槍藝，後仲係計姜嘅，係槍藝冇唔錯。你莫眼心橋啊，春陽，唔敢咪講啊？哎呦，我看後仲我槍架咩？春陽啦，春陽空樣啦，哎呦，唔看啊，個屁股嗬太實嘅，太屁股，但係槍唔啦。阿妹啊，那有安容易
讲这个嘅来嘅喏，好快那咩你讲嘅呢？当然，相爱唔会侦查啊。婆婆想讲，来看呐，你好种嘅木族，你看上来按太绿也多，又太又严，十分嘅有精神，然后婆婆也有几分嘅相冲哦。该是当然咯。以前世界，大家就讲，那个木族唱阿妹，好种嘅木族又唱爱，当然系唱阿妹儿咯。啊，好诶好诶嘿！哎哟，搁讲落去啊，天就暗铁咧。对呀，三郎，阿妹而家咩讲我要减潮咩？啊，错啊，好的阿妹提醒到来，你干地，你也建议全地嘅落水，好不容易根本而嘅天气又下好咧，就身體話嚟到嘅阿春伯，又好啊，去松山前去，跟嚟出去前去咯，春陽啊，有可能去好好看顧，日頭去下山掙錢，嚟就會多進來。下景格格好氣嘅啦，冇本嘅老人家啲嘅。是啦，你日日去，不卡所有嘅事情你會來照顧，你不用擔心啊。好，跟嚟就前去咯。哎呦，婆婆啊，你係用笨的呀？唔點用板先，但心肝頭用我按艱苦，用按唔爽快咧。哎呦，真咧。佢用我按用啦，冇嗌去見大夫好冇？唉，唔是啦，冇按咧，父愛老人家你都來下就好啦。好啦好啦，嚇死你掉位呢！哎呀是哦，不落叫我闯我呐，样样嘅事情爱是啊，你用我那是都用我用。哎呀是啊，该不那可。那來哟想我那，在心存善念，爭言那當我，那是都用我用。唉，竟然啊冇艱苦過，就難得世間才喲。相愛逢春啊，一生人就安苦哦。唉，頭家姑娘，也冇能係講到一介奶嘢，也一介冇嘢，就不集向只小體見了。唉，春到愛呀，就孤孤死死喲。唉，你下專門啊，這個檢潮，讓人揾米食。唉，連絡按到佢個水咧，根本嘅啦，天氣較清火。挨到嘅三郎老太啊，足足有約束好哦，去上山來啊檢潮，奇怪咧，用刀劍啊，就盲看到佢咯。阿春伯啊，哎呀，阿春伯，三郎來嚟嘿，排泄呢，本兒老人家頂到按叫啊，哎呦唔會啦，挨咩啊爭多，嚟。衝下上山，衝下上山。好啊，聽下來去，唉，按到你啦，落水田咯，路啊，慢慢的呀，生一行嘿。係啲啦，做人奉行，那要看路，反倒係啊，阿春伯，樣啊，你愛合做你哋位，樣係噶，雙拜唐人講啊，講你腳去怪到係冇？哎呦，咁按叫嘅事情咧，哎呀，早就唔記得去了。哎呦，三郎，來看，
该啊，越从个书诶，早摕去了，慢嘅，哎呀，上来去，咱就督下来本人念。哎呦，阿春爸，喂，吓唔好啦！样啊，你看那个树皮啊，弯弯的，你老人家那无生意跌下来，爱用夹杀就好。来看，但係本來後生人來貼就好咧。哎，用吧。看哎呀，怎么无点向爱老啊？爱就唔相信，偏偏啊，上来去督本人看，哼！唔好啦，啊，散開，慢硬講啦。點啦？我上來去誒，跌電氣，生意啊，看捱嘅，老多嘛還要講。過來啦。哎呦，慢硬講。哎呦，生意幾位啦？天啊，這裝得唔應路哦。就唔相信嚟嘅吧？來，有咩人坐？看哪個？看哪個啊？好啦，生意誒，係啲啦。我好睇啲咧。阿嬸啦，生意拜拜啦。放心啦。阿春伯啊，阿生意這位哈，嚟愛鋪潮咯，愛注意啦，嚟啲啦，做人放心。生意誒，哎呦，三郎啊！真是奇怪呀！跳下上龙庄出门，婆婆嘅心肝头就冇爽快，唔知用办。下日还要开始赶工心头嘅本日，好像有乜嘅事情会发生一样。哎呀，眼看天色嘅暗了，上龙用位还望转来呀！春阳啊！阿春爸，你上去。不要被错好了，阿春伯啊，你
的用办，那个山路鬼神就会怂啊！家己啊，就见到个苏当会检查，无注意啊，对下来，你姑娘啊，我来去见太傅，我来去。你啥啥去啊？三郎，三郎，三郎，你上来呀！三郎，是的，我弟弟啊，是的。奇怪，来用办法多做来不卡咧。三郎，你唔记得咧系么？跳下阿春爸伫咧讲，你的苏当哥对下来，下原来条诶阿春爸已经去抢太傅咧，马上就来了呀。阿妹咧，好重咧。阿妹弟弟不休息，好重就伫旁边啊。你看，佢喊啲水木咧，你哋还刚刚用办。有哪位较痛苦的么？来感觉那全身无力，那个头那很痛啊！头痛啊！你看，哎呀，给我钱那边！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大夫马上就来了啦，你喊人来对位啦。孙勇，来感觉那越来越细。母猪越来越猛，你要去哪边？你要去哪边？三郎，来就伫两位啊！你千万做唔得有事情哦，到你来对位。三郎啊，三郎！那个跳那很痛，那个跳那很痛，总的，我不能睡啊，我不能睡啊。我不能。怎么个？是。三郎，三郎，三郎，三三人父
个团成个团成三人。太傅，太傅啊！阿三啦，你啊见酒迄个啦，落来去啦，哎呦！怎样？来，太傅来咧，太傅来咧！姐姐，三郎去。嘛个三金安尼吵吵闹闹哈啊！我三郎转来。哎呦，我看见我按多人咯。哎，太傅呢？哎呦，我就讲唔是看太傅嘞。怎样？你爹做啊？啊？我三郎，你有冇全身係爽啊？老太子，你要节哀，三郎的苏德啊，对下来，死他嘞！奶奶耶，三郎死咗啦！哎，老太子。上啊，爱上马龙，要给葡萄籽啊，你用好难。没走一呀，无法。